说的你不必理解 I'm the chosen one 这一切自然扛在我的肩的原则全都被我打破 No matter I'm an android 看你那会不夜空晃动在去夜 Hello， 小艾，请你跟观众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艾瑞欧。请问你以前有没有给动画片创作过音乐呢？这是第一次。你第一次看到《望古神话之天选者》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呢？我觉得，在我所看到的国漫里，很少有类似于这样的题材或者风格吧。然后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它的画风，非常的吸引我吧，然后是我喜欢的类型。你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创作上有哪些思路？创作过程中有什么感受呢？我其实是在看完他的一些片段以后，我有尝试着去把自己带入进这个角色或者作品里，然后我会想象我自己是一个主角或者是配角之类的，我在经历着跟这个动画里的主角同样的事情，然后我把我内心的想法写了下来。那创作过程中有什么感受呢？其实这个动漫所表达的也是一种，就是要敢于去跟自己命运和生活中的困难做斗争的这么一个题材，就是不会被打倒，因为我自己所喜欢的音乐文化跟这个动漫所表达的传递的思想也比较相近，所以更多的是感觉这个动画里在写我也在写这个动画的主题曲，就是一种很契合的感觉。好的，最后你有什么想说的呢？希望大家可以准时在《望古神话天选者》上线的时候，多多去哔哩弹幕网去支持这部优秀的国产漫画，然后非常开心能够这次给这部动画里做一首歌。好的，谢谢你。这一切自然扛在我的肩的原则全都被我打破 No matter I'm an android 看你那划破夜空晃动在去夜中 You know I'm a tough boy Every 新的原则全都被我打破 No matter